我哋東南學校其中一個教學特色就係快速閱讀法。學校為咗俾學生打好閱讀嘅基礎，引入內地知名教育家張學立女士嘅快速閱讀法。快速閱讀法係根據漢字結構嘅特點，透過多種靈活科學嘅方法，令學生喺遊戲中增加識字量，令佢哋可以喜愛閱讀，能夠獨立閱讀，從中發展學生嘅語言以及思維，提高佢哋嘅口頭同書面表達能力。數係點樣啊？追咁多點啊？計謀。我都鍾意上快速閱讀課。喺快速課堂裏面，我可以學到好多新字，可以幫助我閱讀文章。我哋嘅老師非常用心，為我哋準備好多唔同種類嘅遊戲，從而讓我哋對認字產生興趣，讓我哋學完生字之後，能夠鞏固並加深我哋嘅記憶，咁樣我哋就更容易記住啲生字啦。